嗱，冬天揸車唔一定要落雪先至危險㗎，只要溫度夠凍，都好有可能影響到你嘅車唔同系統嘅運作，由電池啦、車胎去到你自己嘅駕駛習慣等等。今日我就想分享6個冬天揸車嘅一啲小貼士，無論你喺香港、英國定係其他地方，無論你係咪新手司機都好啦，希望呢一段片都可以幫到手，減少你冬天嘅時候壞車嘅機會。第一樣我想講嘅就係電池啦。如果你揸開車嘅話，應該都總有試過天氣轉涼頭嗰幾日，朝早撻車撻極都撻唔着，或者好難先撻得着。咁原因呢，就係凍嘅天氣會令到電池入面嘅化學反應變慢，電壓會跌，容量會少咗。特別係用咗3年以上嘅電池，最容易喺凍嘅天氣朝早撻唔着。要避免冬天臨出門口先至撻唔着架車呢，有幾樣嘢可以留意。第一就係轉季之前穩定車房去檢查你個電池，特別係因為我哋一般都建議電池每3年去到5年就要更換㗎啦。如果你覺得差唔多夠期，或者見到種種嘅跡象呢，係時候去 check 佢。咁第二就係如果你架車長期都等喺度唔喐嘅，咁就可以用下汽車電池嘅叉電器幫佢保持翻個電量啦。而每次揸車最好揸足半個鐘，等打暗磨可以有充足嘅時間叉翻好嚿電。至於電動車呢，留意冬天嘅電量可以跌10去到20%，甚至更加多。咁但一般呢都係屬於暫時嘅性質。第二樣要講嘅呢，就係一架車嘅4隻鞋，佢嘅車胎啦。冬天對於車胎嘅影響咧，可以分為2方面去講。第一樣首先就係講胎氣啦。喺正常嘅情況之下，唔理冬天定夏天啊，胎氣平均每個月咧都會跌1至2磅。咁冬天就更加誇張啦，譬如每跌10度，胎氣咧就會跌1磅到。胎氣唔夠會令到條胎嘅磨損唔平均，增加油耗，剎車嘅距離變長，從而影響到駕駛嘅安全。所以記得定時定候，最好就 check 下同埋打下胎氣，同埋凍車先打。咁而另一樣就係輪胎佢膠質嘅變化。咁普通我哋用嘅夏天嘅胎呢，7度之下佢個質地呢就會開始變硬，即係話抓地力就會下跌。如果你喺譬如蘇格蘭嘅郊區，天氣比較嚴寒，落雪嘅時間比較多，咁可能就換翻冬季嘅胎會比較適合啦。因為呢一種胎佢嘅胎紋更加深，膠質比較軟，喺濕地同埋雪地相對能夠保持佢嘅抓地力。若然你真係決定喺冬天嘅時候換翻冬天胎，咁記得點樣去保存你條夏季嘅胎呢，都有一定嘅學問，有一定嘅要求嘅。咁而有啲地方，譬如係北歐，佢會指明喺指定嘅地方、特定嘅時間係需要換上冬季嘅胎。而咁樣亦都解釋咗點解你好多時候去日本租車，有唔少地區嘅車呢都已經標準配備咗冬季嘅胎。第三樣，我哋平時講汽車保養，成日都會講5油3水。咁今次呢個冬天駕駛嘅小貼士呢，就會講其中2水。水箱水 coolant 嘅作用就係防止引擎過熱，有防鏽、防止冷卻嘅作用。呢樣我諗好多車主都知道。咁一般就建議咧，千祈唔好亂咁加自來水，因為自來水入面會有雜質。雖然 N 年前我真係試過喺好緊急嘅情況之下要加水，因為水滾。咁而另外一樣水，唔少車主喺冬天嘅時候都會忽略嘅，咁就係水撥水啦。咁如果你直接加清水呢，亦都係非常之唔建議，甚至可能會有啲危險嘅，因為你都幻想到啦，清水喺好凍嘅時候會結冰，而你夾硬將啲水擠出嚟，會有咩後果呢？咁而正規嘅汽車用水撥水，佢除咗有清潔劑嘅成分，仲唔會結冰。一般嘅水撥水，佢會注明夏天同埋冬天應該溝幾多水嘅比例份量。咁加水之前記得留意翻個比例啦。揸車上安全可以多用防禦性駕駛，上網上安全就可以考慮用 VPN 啦。VPN 亦都即係虛擬私人網絡，佢加密你嘅網絡流量，隱藏你嘅 IP， 佢可以幫助保護你嘅網絡私隱，封鎖廣告、追蹤器、惡意軟件，以確保網絡安全。譬如 Surfshark VPN， 我喺好耐之前已經有用噶啦，主要為咗安全同埋方便，特別係喺公共嘅地方用免費 WiFi 去做公司嘢，或者只係 log in 自己嘅 email， 開住 VPN 就安心啲。Surfshark 佢哋仲有一啲其他公司未必有嘅實用功能，譬如當你嘅 email 或者信用卡資料喺網上出現 ，alert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又譬如防毒咁啦，仲有冇廣告同埋追蹤嘅搜尋。再加上亦都支援無限裝置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上呢一個網站 surfshark.com/lubyhk， 輸入優惠碼 LUBYHK， 即送你4個月嘅使用期限。條 link 我都放咗喺資訊欄度。
咁跟住我哋會分享下點樣確保你冬天嘅時候揸車視野係夠清晰。咁首先就係針對起霧啦，因為冬天揸車嘅時候溫差車外車內嗰個差別好大，咁所以就好容易就會起一啲霧氣。通常建議最簡單直接嘅做法就係用呢個除霜劑或者叫除霧劑。呢啲呢，香港我嘅教車師傅呢就好似冇教，都係自己揸車先至真正有機會了解到啦。認住呢一個有3條波浪線箭嘴咁樣嘅掣，就係代表即係除霧啦，代表前玻璃啦。呢一個比較似長方形嘅，咁就係後玻璃啦。一撳落去，咁架車嘅系統呢就會自動幫你開到最大。咁通常幾十秒呢，好快你架車啲霧呢就會慢慢咁樣消失噶啦。咁而呢一個掣咧都好需要知道，咁就係內外循環引入一啲生風，咁先至令到你啲霧可以慢慢咁樣消失嘅。咁而另外一樣夜晚好常見嘅現象就係結霜啦。咁第一樣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千祈唔好倒滾水落去，因為你熱溝凍撞埋一齊就爆玻璃噶啦。咁通常最多人做亦最簡單嘅，咁就係除霜劑啦。咁噴上去咧，應該幾秒鐘就會溶。如果啲冰好厚，最好就係開翻頭先所講嘅除霧劑，就可以開始用嗰個冰刮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個溫馨提示，水撥亦都係一啲消耗品啦。咁通常都係話每年最好都換一次啦，其實又唔係話好貴。咁但係當你刮得唔清楚，有水漬嘅時候，都會影響視野。咁英國嘅法例咧講明，如果你架車太大霧氣，或者無論如何影響到視野而去揸車嘅話咧，係犯法嘅。咁所以為咗自己安全着想，記得除霧、除冰，除到乾乾淨淨先好出去揸車啦。跟住就講下電動車喺冬天揸車有啲乜嘢實用嘅建議啦。頭先就講過，冬天電動車續航力下跌咧係好正常嘅事，特別係你架車可能冇 heat pump，但係又好中意長期開住暖氣，咁就會消耗好多嘅電力。咁以下就係少少嘅實用 tips。第一就係插住電嘅時候預熱你個車廂，咁你用嘅電呢，就係叉電，冇直接用到舊電。去到你出發嘅時候，車廂係暖，但係你個電呢依然係滿嘅，又或者係80%啦。第二樣都同暖車有關，不過今次呢就係暖個電池啦。而家好大部分嘅電動車都有一個叫做電池 pre-conditioning 嘅功能，可以令到電池升到去最佳嘅溫度。第三樣好緊要就係用暖凳代替暖氣啦。即係話咧，盡可能用暖凳啊、暖軚呢啲，直接令到你個身體暖啲，因為你始終暖氣吹嘅範圍好大，用電嘅效能咧好低啊。跟住最後一樣嘢，呢個都唔係淨係冬天嘅啦，揸電動車嘅你應該都知道，盡量保持個電力喺20-30%去到80%，就係對個車對電池最好噶啦。仲有一樣就係揸長途車嘅話咧，記得要密啲睇住留意你嘅續航距離。而行高速公路咧，對於電動車嘅電力咧係好蝕底嘅，封咗加埋低溫咧，令到耗電就更加多。計好一啲充電站嘅距離，咁等自己有啲就站位。咁最後一點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講緊你嘅駕駛習慣，要用另外一個 mindset 啦。行車嘅時候，盡量同前車保持翻多啲距離啦。因為濕同埋凍嘅地面，剎車嘅距離咧可以長3去到4成嘅。咁而除咗剎車、加速啊、轉彎等等都係啦，唔好做一啲好急嘅動作。咁而 black ice 亦都係一個大家好需要知道嘅一個問題，因為你根本好難去睇到佢。通常佢係喺氣溫介乎於0度上下，路面濕濕地嗰陣出現嘅。當你見到條路反光嗰陣，閃閃地嘅薄冰呢，就係啦。如果你揸揸下嘅時候覺得架車，點解咁奇怪，好似輕輕地、飄飄地咁呢？咁就千祈唔好急剎或者突然間扭軚，寧願慢慢地去放鬆油門，油堂軚打直咁去行，等架車慢慢咁去減速，咁就再慢慢修正你嘅方向。咁最後出車之前記得嘗試拍一拍頭冚，因為可能有啲小動物匿咗入去想取暖，咁做多少少可能就會救翻一條小生命。咁今集呢，大約就係咁，所以冬天揸車呢，記住最緊要唔好急。希望以上嘅呢啲少少嘅 tips 可以幫到大家出入平安啦。